大家好哦，真好气阿嬷，今日要来讲49篇。阿爸是做失人、残障人。伫个细汉的时阵，我的记忆中，阿爸天袂光，拢爱去巡田水。伫个天色渐渐光，受苦无人知。阿爸我知影，就转来要食早顿，食饱了就赶紧的牵着牛，要去田中为着过三顿，毋惊田水冷死死。伫个热天，日头赤炎炎，凄惨日中昼，有时打水车，有时扫田水。望日后好年冬，刘仔快大，互阮的生活着快活。古早有美元的面粉袋仔做流汗衫，阮阿母就趁阿爸去巡田水，定3更半暝，阿母就利用时间踏脚踏车一针车流汗衫。阮阿叔仔、阮阿兄小弟做内衫内裤，流汗衫。半暝3更的暗暝，阿爸转来顾田水转来，两个拢真甘心哦。伫个年冬收成的时阵，刘仔若晒干，一本机，就轮流有放盘来斗相共，摕去鼓轮分。较早的鼓轮分就是稻草晒干了，落去编起来，迄个厝顶搁巴肚拢用草仔落去做。哇！阿爸甲阿母定伫厝边的空地仔种菜瓜脯仔，哇，真侪种哦。菜瓜嘛有长的，嘛有短的，啊嘛有中的，啊脯仔有5-6种，拢捌种过。好收成，就分亲戚朋友食看卖。阿爸是一个老实的做事人，较早的环境欠栽培，所以伊的头壳真好哦，定拢用小抄做笔记。伊望下一代的子孙会晓读册，伊的优质的传承是子孙的好模范。今日爸爸节，我送阿爸这篇台文的文章，祝福伊未来就是读册人。多谢伊伟大认真打拼的精神，努力望佛祖上苍拢会保庇伊，伫遐过着安乐国的世界，来祝福伊安尼。多谢努力。